今仔日是文字传道士奉献主日，请兄弟关心奉献。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来啊，咱着上主唱歌，救咱的招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上主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三角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533首，请起立。
即时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鲁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亚多人来受苦，定是假死埋葬落于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兵，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是信国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替国我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三甲用启引文10篇来应答上帝的话。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虽然大军阵营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互我囥伫石盘顶，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朝见你。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奴仆。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父母若放杀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互我交互因。我亲信一项事，着信靠上主，着信靠上主，同心来祈祷。全能永活的上帝，阮的招盘，阮的拯救，独独你创造遮的天，地亲的所在伫你的手中，关山属伫你。洋海也属伫你，大地也是你手所造成的。阮要跪落伫你的面前，将阮的性命献予你。阮的阿爸爸上帝，你的慈爱何等的宝贵！阮倚靠伫你实的应影下面，因为你殿内的丰盛，阮得到饱足；因为你所享受性命的水泉，得到喜乐。伫你的光照下面，阮得到看见。阮的心静静无声，专心听候上主，听候你的救恩临到阮的心内。亲爱阿爸爸，阮深深得罪你，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充满了黑暗、苦毒、怨恨。阮是软弱的罪人，无法度靠阮家己的意志来成做完全的人。虽然有愿意的心，却定定无法度赢过肉体的私欲、甲目睭的私欲、甲人心的骄傲。求你怜悯阮，因为阮不过是土粉。主耶稣，你捌讲，我是世上的光，缀我的人无搁伫黑暗，反倒要有活命的光。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你看见这个破碎的世界。甘愿离开天顶的美好，降生伫即个世界，亲自行入去受苦难的人民中间。你伫世界顶流出宝血，对阮显明你极大的疼心。
用你宝贵的性命做阮的挽回祭。阮感谢你，你的保护毋领洗净阮逐人的罪，搁较要医治即个破碎的世界。求主对阮的性命中拄起亲像石头的心，赏赐互阮亲像肉的心，互阮诚做圣洁归于伫你。感谢你的恩典，透过文字记载伫圣经内面，也赏赐信心互阮。透过信心的帮助，互阮会当对其中的记载来认捌你，学习你的真理，知影即个救恩是何等大的奥妙，知影你是怎样来对待人，互阮会当来跟地你的脚步，伫即个救赎恩典的道路顶面继续来跑走。由圣神搁一摆来更新阮的心，帮助阮无论环境怎样的变迁，拢会当来跟地你的脚步，活出基督的见证。亲爱的主，今仔日也是文字传道事工主日，伫即个网络资讯爆炸的时代中，搁较显明文字的价值，以及上帝的工作透过文字来改变人性命的重要性。阮为着台湾教会公报社向你献上感谢，透过因所出版的《更新周刊》来传扬主耶稣的福音，互侪侪人的性命得到改变；也出版新眼光读经，来造就基督徒的人命，互阮亲身感受到耶稣的疼。求主也看顾公报社的同工，有对你来的智慧，将上帝的作为透过文字来传扬到每一个所在，因一切所需要的经费，也求主感动正教会甲圣徒同心来支持，继续伫这片土地顶面来传扬上帝的话。阮深深拜咧以上的祈祷，只是阮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请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以赛亚书9章第1节到第7节，伫台语汉语本圣经754页。第1节，总是迄个捌受痛苦的地，无搁踮伫黑暗，前上帝予西布伦甲拿弗他利的地受看轻，后来就予沿海的路、约旦的河外邦的加利利得到阳光，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徛起伫死荫的地下有光照因。你要予即个国民做，也加添因的欢喜，因伫你的面前欢喜，亲像收割的欢喜，亲像人分所抢的面，迄号的快乐。因为伊所白动的担，甲肩头顶的拐，已经压制伊的腿，你拢甲伊压制，亲像伫米甸的日一样。因为交战中穿甲的人的军装，甲固伫火内的衫，拢要受烧，做香火的柴。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赏赐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作奇妙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的爸，和平的人君。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就是大笔的补助，甲伊的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担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即个事，请罗准义牧师讲道题目是伫黑暗中看见光。真欢喜会当来咱的教会，甲咱三甲敬拜上帝，分享圣经的话。特别今仔日的圣歌队，这是我真少听到唱甲遐水的歌佮因咧吟的诗，甲今仔日的经文是有密切关系，这是非常好。那我来问一个问题，敢有人知影？咱长老教会来到台湾是什么时间啦？拢毋知。讲一个年代试看嘛。1805年，1805，安尼这台记号条真要紧。1805，苏格兰的一个医生。对厦门的古龙寺来到伫台南，这个医生叫做马雅各，伊是伫厦门古龙寺英国人的病院伫遐伫做医生。后来听讲台湾无人来传福音，因为荷兰人离开了，荷兰人是1661年离开台湾，福音就停落来。安尼经过200年，拢无阁有人将福音带来，所以伊就志愿带3个徒弟做伙来，伫台南。咱通知宣教师的观念，就是对首都，然后亲像蜘蛛网行位边仔出去。毋过伊来到台南的时，台南人是真保守的。因感觉迄是真奇怪的物件，佮足讨厌外国人，所以伫台南开始开诊所，台南人就去破西药，去点石头，所以伫台南过偌月时间无法度生存，就将病院搬去高雄的基后，就开始伫基后伫遐来开病院传福音。其后的人欢喜到要死去，因为因过去捌定去厦门、去古龙寺、去汕头，去遐做生意买卖，嘛捌破病就去古龙寺看病，伫遐就看到马雅各医生，即马真欢喜看伊来其后，所以伫世界保养，毋免去到古龙寺
其后就有即个医生来底看，所以就伫遐开始传福音。福音是台湾头一间礼拜堂是伫其后，知影高雄其后无？捌去的举手看觅，安尼真少啦吼，应该去行行看看，看迄间礼拜堂，莫干去其后食海产。去看咱的历史的脚跡，伊伫遐传福音，毋但安尼呢，就有4个人想要受洗礼，咱长老会制度是牧师才会使共洗礼，所以听到讲有4个信徒要受洗礼，赶紧派一个牧师要来洗礼，结果迄个牧师坐船伫湖水沟就冰船死去。为着即个缘故，厦门传道会、英国传道会真艰苦心嘛，真紧急。搁较趣味，拄伫迄个时阵，有一对夫妇，即个先生叫做李旭牧师，伊其实是拄苏格兰格拉斯哥神学院毕业，来厦门报道，厦门的传道会讲，你毋免做传道，阮随甲你封立牧师，较紧去台湾共洗礼。所以即个李牧师，伊无做传道，伊一个毕业来报道地封立牧师。上帝疼惜，互伊结婚无偌久，即对夫妇船无并过，就来到伫高雄的所在。来到高雄，甲遮个人洗礼，毋但安尼，伊就利用即个禁所开设教会，然后甚至利用教会开设做传道师训练所。你若是有机会去台东的海岸线，走到新港，咱普通时的地名，中文的地名叫成功，叫新港。捌去的举手看觅。新港搁上北差不多10分钟的车路，有一个所在叫石河线。石河线遐就有一支纪念碑，伫纪念东部中会设教100周年的纪念碑，你就会看到伊会写。李旭牧师对屏东李港派一个长老元春去台东传福音的故事。安尼，咱通知台湾的福音开始对高雄其后来台南人感觉真见笑，因会做遐错误的代志，就派士绅去其后，甲马雅国医生请转来台南。伊就倒转来，新的病院叫新楼，因为起新的，所以就甲伊叫做新楼病院。就安尼开始用台南做传福音的事工。经过10年，安尼就是1875年。我头先有讲1865，然后第1875。1875，苏格兰来一个牧师叫做巴克列，伊一个来就伫台南设立台南神学院，迄阵毋是叫神学院，迄阵叫府城大学。这是欧洲的系统。咱若伫看欧洲出名的大学，拢是对神学院开始的。譬如讲英国的剑桥、英国的牛津、英国的爱丁堡、英国的格拉斯哥，遮个大学拢是对培养传道者的神学院开始。是讲美国哈佛、美国 Air、美国的 Princeton、Greenwich，这拢是对什么？对神学院开始，才扩展成做大学。然后府城大学就安尼开始，这是1875年。1875年这个李牧师伊就想讲，已经设立神学院府城大学，伊有缘就对高雄其后迄个传道师训练所，甲关起来，
并入去府城大学，就是咱今仔日在讲的台南新南院开始栽培传道者。然后咱知影，搁经过10年，搁经过10年，安尼就是1885年，1885年，传道书伫台南宣教师哪来哪济，为着要培养传道者，因就先设立一间中学。对中学就开始内底准备要栽培传道者，送去新南院读册。即间就是中英中学。安尼你来看，10年一个改赞。1865年福音开始来，1875年设立新南院，1885年设立2个机构，头一个机构中英中学，另外一个机构叫做教会公报。迄阵毋是叫做教会公报，迄阵叫做府城报。咱知影这是台湾头一份报纸哦。所以你若有机会去台南，莫干那底食沙肉鱼汤哦，你得去新南院看看咧，还是说去公报社看。这教会公报社的设立，教会公报的设立，其实就是要推动罗马字。因为汉字真好学，真歹学。福音来到，无论去到世界什么所在，福音拢是对上帝该赞的人真紧接纳哦。上帝该赞的人，因真爱得到福音。遮个人拢是无读册的人，无读册要学汉字真困难，所以宣教师是着引进罗马字。罗马字是拼音的，真紧。所以咱通知罗马字是真水，因为真紧学，无读册人拢会晓读。就安尼开始在推动罗马字，加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读圣经。所以教会公报其实就是伫即个背景来出现的。你若有机会去台南，你得当去看教会公报，开始拢是罗马字的，拢是罗马字。教会公报嘛是台湾头一份报纸，这是巴克的牧师为着要印报纸，家己转去苏格兰去印刷厂学排版、扣版、排版，搁再学印刷，伊学好势。转来台湾苏格兰的长老教会就送伊规套罗马字的版盘，规个拢送伊，搁送一台印刷机，所以你会当去公报社看到台湾头一台印刷机，甲个罗马字的版盘拢总做伙，伊家己学甲变师傅，就转来台南呼吁青年人来对伊学印刷、刻字、排版，就安尼开始。各位兄弟姊妹，我真爱咱教会长老会当甲教会公报要求寄公报来，莫干那在看做更新哦。你得爱看教会公报，教会公报会当帮助咱人脉搁较济，毋是干。咱台湾的教会嘛会当看到世界其他的教会动态，譬如讲，我手头这份教会公报是前礼拜，前礼拜教会公报就出一个真要紧的消息，这个消息就是咧报什么？长老教会美国长老教会总会，美国长老教会总会。6月27到7月初1，6月27到7月初1，开第227届总会通过一个议案，谴责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人所做的，迄是在做什么？加沙战争是在灭族，灭巴勒斯坦的族群。消灭因的族群，所以严格谴责，毋但谴责，
佮要求所有的信徒若有买股票，即个公司是伫支持以色列的，即个公司伫支持以色列的股票拢总爱卖掉，啊，毋但呢，佮呼吁长老教会所有的信徒爱去游说因的选区的参议员、众议员伫国会来谴责川普总统，伫支持以色列。啊，咱在美国长老教会即种呼吁的声真紧，就去互南非圣公会大主教图图，伊是伫2014年。美国的长老教会、美国的联合教会、美国的浸信会、美国的圣公会、美国的卫理公会、基督教规正教会，就有联合起来，爱将教会迄笔的钱，然后持守这个工业界，伫支持以色列的公司的股票，拢总甲伊出销掉，毋通买，因为你若买，就等于伫支持以色列伫进行欺负弱小族群的行为。安尼，咱若看教会公报，咱就知影今仔日的世界改变到什么情形。啊，咱毋好干伫看咱台湾的代志哦，这嘛是台湾人上悲哀，拢干伫想闹钱通趁，管他伊是即落钱是安怎来，拢袂要紧，地闹钱较好。啊，这是错误佮毋对。啊，咱嘛会当看教会公报共款的即期，佮报另外一个真要紧的消息：罗马天主教廷将一个大主教。因为伊无经过罗马教廷的同意，擅自创立主教，无经过罗马教廷的同意，家己去创立主教，啊，佮即个大主教拒绝听罗马教廷的指示甲辅导，就将因所带的天主教会归属即个大主教的教会全部甲伊。对罗马天主教会赶赶出去，赶拒绝出来。啊，咱若对这就会当知影是安怎。罗马教廷、天主教罗马教廷甲中国的外交关系建立袂开，原因嘛是甲这有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就是要求要家己设立主教，啊，若是干那要听梵蒂冈。罗马教廷的话，主教拢掠去关，啊，顺服北京的，因才会当，因要直接甲设立做主教。啊，咱若伫看教会公报，就当了解真济即种世界其他教会的动态，啊，这是真要紧的一个人物，哦，非常重要的所在。所以第二期爱加减看教会公报，毋好干伫看咱的周报，安尼知影吼？安尼敢听有？你做要紧的哦，做要紧啊哦！我会当佮举一个真简单的例，你若有伫看教会公报，你就知影英国的国教叫做 Anglican Church， 伫咱台湾号名叫圣公会。你知伫迄条什么路新海路遐有一间圣约翰大主教堂的主教堂，迄就是圣公会哦。英国的圣公会的 Anglican Church， 迄是因的国教，英国的国教常常特别分裂是安怎？因为500年来，因设立头一个查某会做大主教，坎特培里的大主教是查某，啊，毋但查某，因阁拥稳同志正做牧师，同志正做牧师。咱知咱长老教会头一个公开讲伊是同志的牧师，啊，咱7星中会去甲伊设立，知影对一间无？毋知，知？
毋知，哦，较差不多咧。安尼袂使，安尼袂使。固定教会科牧师伫信徒会员大会要投票选举进前，伊先介绍伊的谈判，已经去户政事务所登记做夫妻。伊是同志，介绍互会友知。固定教会介趣味一礼拜后投票，伊介绍了一礼拜后信徒大会投票，超过92%拢总同意，所以7000中会去甲设立，这是咱长老教会头一个公开表示伊是同志的牧师，咱的中会家接纳的。所以咱若看这，拢会去看到世界一直在转变，对圣经的看法，对社会动态看法，拢有真大的改变。咱若对教会公布，拢会当去了解，即种的改变会帮助咱对信仰做真侪反省的功课。我毋望咱今仔日有搁较侪人奉献来支持即个教会公布的延续，会当继续落去，嘛伫祈祷的中间继续来关心，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你，互阮做伙通过诗歌来应答你竞选的听。嘛，通过圣经的话，阮伫学习认捌上帝你的话伫阮今仔日的时代的意义。感谢你的恩典，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今仔日在读以赛亚这本册，咱会当安尼家了解以赛亚这本册分做3个时期来家看。头一个时期是第1章到第39章，第1章到39章。这个时阵的以赛亚的背景，大概是伫主前第8世纪的时代。主前第8世纪，通讲是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分裂成做2个国家。这2个国家其实对第10世纪所罗门王死了后就已经分裂，分裂了后的北边叫做以色列，南边叫做犹大。北边的以色列有10个支派，南边的犹大有2个支派。犹大甲西面是南做伙，因为西面这个支派入去迦南地了。因为生活环境无好，就北漂，知影北漂无？北边伊直刷，就刷去到犹大，犹大较大族，西面族的北漂入去，就并入去伫犹大的中间。这是伫主前第8世纪，北边的以色列已经离开上帝真远。所以，这个背景第1章到39章，拢在写着上帝通过先知在传达的信息，甲这有关的。讲，恁若是无倒转来归我上帝，有一日恁会拄着真艰苦。虽然今仔日在读的第9章的进前，第8章伫第8章。尾啊2节，就是第21节、22节，就写着讲什么？上帝真受气，伫因真艰苦的中间，上帝安怎用艰苦来底刑罚因？这是咱咧看第1章到第这个39章有这个背景，然后对40章到55章。40章到55章，这差不多是经过100多年后的背景，安尼差不多是伫主前第6世纪的初期，因开始
开始得到一个新的愿望，安尼就是上帝要讨放因。因原来是奉掠去巴比伦做奴隶，这是伫第6世纪的初期586年，巴比伦将因掠去做奴隶。经过50年后，上帝怜悯疼惜，互因会当对巴比伦倒转去故乡。那是536年，通过波斯将巴比伦消灭。这个背景就是40章开始到55章，所以咱读40章第1节，伊就开始讲，恁得去甲耶路撒冷讲好话。迄个好话是咧讲，上帝已经知因的艰苦，因的艰苦已经满，上帝要投放因转去。这是40章第1节开始就安尼讲，然后到56章、55章，这是一个段落。56章到66章是因已经倒转去到伫故乡，转去到故乡伫重建家园的时阵所发生济的代志。安尼，咱就当看出咱今仔日在读的背景，就是以赛亚书第1章到39章的一个背景。咱今仔日在读的第9章，咱会当安尼了解第1章到12章。第1章到12章内底有4首诗，这4首诗拢叫做希望的诗歌。伫真艰苦的中间，先知有讲出希望，这个希望有4首诗。头一首诗，咱即马圣经并起来看卖，你会坐椅仔有圣经，应该会当并起来看。咱莫来礼拜拢在看银幕，这袂进步。来现圣经现圣经，你若有手机仔会当开手机仔来看。你的坐椅仔若有圣经，会当先看卖。第1首是第2章，第2章的第2节到第5节。这首诗是在讲上帝拯救，念伊会来到伫因的中间。这是第2章的第2节到第5节。伊讲无搁再有任何战争会出现。逐个人会当相疼、相亲、相爱，这是第2章第2节到第4节。请咱注意第2章第4节，特别是第2章第4节，这句诗写伫联合国大门入去倒手边的壁里，大门入去倒手边的壁。这是第2章第4节，伊讲上帝要解决国际间的纠纷，无搁再有民族地有争论，无搁再有人举武器伫拍别个国家这嘛是联合国成立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第2章第4节。第2章第4节同时，这个诗歌嘛出现伫米迦书第4章第3节到第4节这拢是真水的诗歌。咱即马来看第2首诗，第2首诗是伫以赛亚书第4章。以赛亚书第4章，第4章的第2节到第6节。第2节到第6节，这嘛是一首叫做愿望的诗。伊在讲上帝子民是圣洁的，是圣洁的，是上帝所欢喜的百姓这是第2首第3首就是咱今仔日在读的，这个第1节到第7节，这是今仔日咱所在读的。伊在讲到。伫无愿望的中间，咱看见光，看见光。光是真做生命的一个愿望。然后第4首的诗是伫第9章，咱先看卖第9章
第9章，咱是咧第11章，第11章的第1节到第9节，11章的第1节到第9节，伊咧讲要有一个公义的上帝，会统治者来到伫世间，人甲生活的环境会当好好三甲徛起。咱通知11章即个诗歌，就是影响今仔日的世界真深的。咱今仔日拢会定出真济，看做保育、保育、保护遮个特别灭种的动物。咱若注意看，咱台湾嘛安尼在做，若看到迄落海豚啊、海翁啊，互冲来到伫咱的海边啊。咱毋是像过去掠开，较紧鱼刺甲挂起，做料理。咱得赶紧想办法，甲即只海豚、即只海翁，甚至鲨鱼，要安怎达保护，互伊好势，佮达放转去海里。咱嘛定看到有迄鱼网网起来，有啥物货？有龟。大只的海龟，咱得较紧想办法甲因保护。咱若伫读11章，即个第1节到第9节，即个诗歌，咱就会读到一个真水的景致，人甲生活环境好好三甲徛起。咱今仔日伫读的第9章，这是一首真出名的诗。我头先有讲，要了解这首诗，得倒转去第8章的21节到22节，伊真清楚地讲到上帝刑罚这南国犹大的百姓。伊讲，因为人无爱听上帝话，留意兄弟姊妹，人若无爱听上帝话，上紧转型出来一个现象，家己扮演做上帝。咱在美国的总统有即个欲望，伊定会感觉伊较亲像现代的耶稣。所以美国的教会大部分的教会无法度通接纳，但是有一阵真保守派伫美国的中南部的。这保守派白人教会是真支持川普，但是咱通知影会用刀用枪，是讲用现代武器去攻击别个国家的，这是无法度通受接纳的这咱得爱真注意即种的代志。咱若注意看，今仔日咱所读的第9章的第1节开始，伊就讲到什么？伊讲，遮个受掠的人会去互关伫倒位黑暗的中间，找袂着逃走的门路。黑暗伫圣经的内面，黑暗在表明什么？生命的危险。相对若讲到光，伊就是在讲到生命的暗茫甲期待。所以第1节伊一个开始，伊在讲到因互赶到伫真恐怖迄个黑暗的内面，找无着逃走会当出来的路。然后伊讲到2个族派，这2个支派，一个叫做西布伦，一个叫拿弗他利，这2个族群。咱通知这2个族群，拢是伫倒位地中海到伫倒位到伫约旦河东岸即个所在，包括什么货？咱读到一句话，包括远邦的外邦的加利利，外邦的加利利。请问咱大家，耶稣传福音的重点拢放伫倒位？若根据马太、马可、路加这3本福音书，耶稣传福音的重点拢伫倒位？加利利，加利利是外邦人徛起较济的所在。换一句话讲，耶稣伫加利利传福音，真济对象其实是外邦人。咱无定想讲是犹太人，
毋是安尼。所以咱会当通知路加福音书，路加即个作者医生路加本身就是一个外邦人，伊伫写耶稣的故事，因为伊是保罗的学生，咱通知保罗拢伫外邦传福音的。伊伫讲外邦的加利利，即句话就是伫讲啥？主前第8世纪第721年，亚述帝国将北国的以色列界消灭，消灭了后，会当卖有钱的，若去卖有钱的，遮个人就掠去奴隶市场去拍卖。所以即种的动作等于是灭族，要将北国的以色列界灭族去。咱通知以色列人的文化。我定伫讲，台湾人读圣经是较好了解，圣经内底有真济台湾人是读得了解。譬如讲创世纪第6章，伊就讲上帝将人的性命达缩短。第5章拢讲800岁、900岁，上夭寿的是700几岁。毋过第6章第4讲，上帝看见人。从细汉心思意念真歹，所以将性命达缩短到几岁？敢毋知？120岁。咱台湾人若伫祝福一个人，拢甲伊讲啥？食120，食120哦，毋免欢喜啊，有可能倒眠床倒20年，迄就真艰苦，对。所以咱咧讲，食120岁，佫会当举拐啊4界去收厝税。我捌一遍搭一个有黏癌手术了，佫做化疗，一个好朋友，迄查甫的哦，着黏癌化疗了，拢好势。我甲伊讲恭喜哦，即请120岁咯，佫会当举拐啊收厝税。伊讲牧师真艰苦，我讲是安怎？逐个死了，剩我一个。孤单无伴，所以咱伫看犹太人有即个观念，120岁。佫犹太人佫有一个观念，大囝财产加分1份，台湾人是讲大孙顶啥？顶袂囝。所以你若做台湾人读圣经是较好了解。台湾人古早查某人无算人，你毋知吗？讲囡仔是啥物？囡仔是有耳无喙，得包死的。犹太人伫算人口是查甫人，查某人甲囡仔无算人，要算人敢算查甫的。安尼我问一个问题：耶稣用5个饼2尾鱼，互几个人食到饱？你讲5000个就毋对咯。你若看约翰，看马太福音书，足清楚讲啥？干那查甫的第5000个，干单查甫的5000个，若挂查某的佮囡仔呢？所以若有人问你，你着爱讲上少5000个，安尼听有无？你若搭看出埃及记12章，伊讲以色列人出埃及。简单查甫人，简单查甫人是60万人。你若搭加查某人出来，吉无可能加查甫人啊。还佫有啥物人？查某人，佫有啥囡仔？安尼上保守的估计出来吉爱偌济人？200万走袂去，200万。所以，咱若伫读圣经，小可注意者。你若看咱早期的社会，查某人是无算人。我细汉伫阿公的厝，大汉到5岁离开阿公的厝，阮才会做囡仔食饭，是饭底咧，面皮硬硬咧，得走去外面，走去埕啦，坐河顶啦，坐蹛顶仔骹食饭，拢厝邻才会阿叔啊。做甲阿公啦，做伙食，食了才换阮妈妈啦，才会新妇啦，查某囝逐个去做伙食。查甫的无得甲查某的做伙食饭，因为查某伫食拢食
鱼尾、鱼头，查甫的拢食鱼肚。我是安尼伫迄种的环境大汉，所以读圣经较好了解哦。安尼你若无伫读圣经，实在有够讲袂过。啊，咱若注意伫看，伊伫遮伫讲加利利外邦的加利利，就是北国的以色列，互亚述甲伊消灭去。啊，然后遮有计数的，拢掠去罗勒市场拍卖。啊，留落来剩啥物？妇人人甲囡仔，老人、妇人人甲囡仔，因真无爱囡仔。伫圣经的时代，遮正赢的国家是无爱囡仔，所以囡仔通常是刣互死。因为囡仔若大汉，有可能会记条，会去学习要安怎报复即个代志。所以咱通知，咱若去伫读诗篇137篇，就会去读到一句话，伊讲啥？若会当将巴比伦的囡仔掠起来对石头搭摔落去，迄个人真有福气。其实，即个诗歌伫描写因当时看到的背景，就是安尼：巴比伦入去耶路撒冷城，伫强暴妇人人的时阵，囡仔伫边仔伫吼，因听到足受气的囡仔掠起来，伫对石头撞落去，囡仔就安尼死去。所以因伫期待有一日，上帝伸冤，就是互因会当用即个方法当伊报复。安尼咱注意伫看伊，亚述的人落要做一件代志。就是对附近的国家族群掠真济查甫人入来塔地，才会掠去罗勒市场拍卖，扛落来，才会城市敢若剩查某人的城市，掠遐个查甫人入来内底住。啊，因为做伙大久，自然就会安怎？通婚生出来囡仔叫做撒玛利亚人。安尼，咱伫读福音书就会去读到撒玛利亚人，所以撒玛利亚人其实背景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随时重新解说因的传统观念。妇人人若是以色列人，妇人人若以色列人，这是对北国的以色列灭国了后，因随时改变的观念。那以色列人的妇人人，无论嫁互对一族的人，甲对一族的人结婚生出来囡仔，拢看作是以色列人。啊，因家号一个名叫做撒玛利亚人。啊，咱知保罗有一个真杰出的学生，叫做什么人？提摩太。提摩太的老爸是希腊人，提摩太的老母是犹太人，所以保罗要带出去传福音，因为爱去犹太人的会堂，保罗亲自替提摩太行割礼。本来保罗是一直反对外邦人无需要行割礼，但是提摩太伫犹太人的观念中，因是犹太人，所以咱就爱去了解即个历史的背景。伊咧讲外邦的加利利，啊，咱就通知影，这拢是亚述帝国统治的背景所有写出来的诗。然后咱搁看第3节、第2节，伊讲生活伫黑暗中的，咱注意看第9章的第2节，伊开始的头一句话，就是咧对照第1节。伊讲伫黑暗中找无走出来路，然后第2节就讲到啥？伊讲生活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什么大光？安尼光就是伫表明暗。咱的圣经就是用黑暗甲光做一个对照。黑暗甲光做对照，所以耶稣就有讲即个话：跟对我的人绝对无伫暗，会看见光。看见光。耶稣嘛讲，
我是世间的光。毋但呢，伊阁甲军队伊的人，所有信耶稣的人讲啥？恁大正做世间的啥物货？光，互人看见生命的愿望。各位兄弟姊妹，若有人甲咱做伙，咱拢定会讲我足想要死的，安尼就无生命的愿望。基督徒就是时常伫表现，互人感觉你甲我做伙，生命伫真艰苦的中间是有愿望的，是有愿望，所以叫做看见光。然后咱看过伊个写啥物？过去伫死荫的地，即马有光解照。什么叫做死荫的地？就是你完全找无拯救的机会。找无生存的空间，就是伫迄种的所在，你嘛会看见光。各位兄弟姊妹，无论偌暗，一支烦恼火的光，咱嘛看会到，会看见迄个愿望伫倒位。然后咱看第3节，伊讲上主赐我极大的喜乐，加添阮的欢喜。伊讲，迄个喜乐亲像什物？收割，会当得到收成，会当得到收割农作物的欢喜。安尼，这就是光带来生命的愿望。迄个愿望的喜乐，亲像看见收割情形，佫亲像什物？战争战赢的战利品。咱知圣经的时代物资是真欠缺。甲今仔日无共，但是今仔日战争后，若战赢的国家一定足侪战利品。这战利品有当时得通过战争的谈判来得讲的。咱看伊伫遮讲，亲像战利品共款。搁来第5、第4节地上写着什物？讲原来伫奴隶中间，去互约束的器具，拢总家偷放，拢总拍破去。佮接落去第5节，伊讲迄来侵犯咱的对敌，因的鞋仔拢有染着火，因的箭衫拢总有火，这个物件拢爱家烧掉去。安尼就是讲，无搁再有战争的记号会当搁留落来。第6节，伊就讲着什物？讲到一个婴仔出世，要带来生命的愿望。各位兄弟姊妹，咱伫读这段诗歌，伊讲即个要来统治者是一个公义的统治者，伊是亲像老爸伫疼惜囝儿，伊带来是一个和平，无搁再有战争的背景。各位兄弟姊妹，真做光。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记号。我来问看下，咱中间捌去过德国的野兽，你有去过莱比锡的野兽？以后若去德国，莫敢食猪脚。你会当去莱比锡，其实捌伫台北电影节有做过这片电影。这片电影足3点半钟。电影节的是敢若做一日2场，得下片落来哦。这片电影片名叫做《尼格拉教会》，所以你若是有机会去德国，我会当建议你去德国的莱比锡。迄是东德的时代，东德的共产党的时代，一个真重要的工业城。而这个莱比锡的教会，你就会当看到。这个教会停车场，这个教会门口要入门的所在，拢有一个铜牌。迄个铜牌拄啊，亲像这个港台的面遮尔的大。你会看到什么？看到迄骹布的记号印伫遐，顶面写一个时间，26记号条，1989 10月。其实个代志是发生伫10月初9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历史记号。原来是莱比锡是一个工业城，1986年
伫1989年的进前3年，1986年，有3个青年人拢骑脚踏车去工厂上班。逐礼拜的拜一，逐礼拜拜一下班了，因脚踏车就骑去到伫尼哥拉教会，去找尼哥拉教会牧师读圣经，就是读到咱今仔日在读的这段诗歌。读了的时，因伫遐在讨论，要安怎互咱当得伫共产党统治的下面，看见希望，看见生命的光。因伫遐讨论了，做一个结论。伊讲明仔载咱去上班，咱用转去，逐个人做拉条。你知影欧洲的人家己拢会晓做拉条，你知影拉条若白拢是咧创啥货？你才会记哦，白色是欢喜的，红色是要互死人的。拄甲咱的文化安怎电报柄的吼，你毋好举红色的蜡条去送互人做生日，袂像迄人讲你会死吼。因为红色的是伫送互死人，所以你去墓地看，迄点的蜡条拢红色的，个白色的蜡条是红色的。白是欢喜快乐的，所以做生日啦、庆祝啦，拢是白色的。所以因得当伊爱家己做蜡条，因得做即个决定。明仔载咱去工厂上班，逐个人拢做一支蜡条去送互咱的同事，要送互伊，敢若问一句话：你敢爱咱当得伫共产党统治的下面，看见生命的亮光，看见咱的当得的社会有光在出现？你想大家会讲啥？爱。若爱你支蜡条，得送互伊，搁顺续甲点互倒，伊家己的倒仔顶嘛插一支。逐个人感觉真稀奇，你哪会想到这？伊讲阮得去读圣经，拄仔读到即段的圣经节，伫黑暗中死人的地看见光。伊讲，阮敢会使对你去读？因讲会啊，读圣经毋免报名，逐个人就对因去。结果就对这3个因去，搁来哪济人，安尼1年、2年、3年。3年后，互你又看卖参加查经的人偌济？迄间礼拜堂啊，我去迄间礼拜堂，迄间礼拜堂上济人，济到1500个人。但是1年后，礼拜堂就坐袂落去，坐到对停车场。因为停车场若下班了，天就暗。伫德国的所在，差不多10月。下晡2点，就拢看无啊，天就暗。天若暗，逐个人得点蜡条。坐蹛涂骹，有个人举一条细条椅仔坐咧，圣经摕咧，就安尼在看。迄阵无手机啊，通亲像今仔日遐方便咧。逐个人就安尼开始对牧师读圣经，读到1989年。1989年8月，才在读圣经，已经超过15000个。哇塞！真恐怖，遐济人，所以拢爱斗麦久牵电火出来，逐个人定定，毋茫通过读圣经，看见生命的亮光。结果真趣味，因就讲咱敢若读圣经，应该有一个表示行动，所以因就小少约定10月初九出来行街路。行街路，敢若喊口号，喊一句话：毋茫当得看见亮光，看见生命的亮光。敢若讲即句话，得吟诗。吟诗拢毋是伫吟迄落咱即马台湾教会、长老教会介奇怪，什物伫敬拜赞美，因拢吟迄咱的圣诗，咱的圣诗有足侪诗，拢是世界通用。后恁摇因吟对一首，最好朋友就是耶稣。迄拢毋免炸圣诗，逐个会晓背，得往哪行往哪唱，往哪行往哪唱。
内底有真侪拢是政治人员，因为政治人员会惊遮个人，若万一作乱、暴乱要安怎？毋过因嘛对读圣经，读甲家己嘛真感动，所以就一直写报告，一直拍电话，走去路边公共电话伫拍，特殊拢真好势。咱知影，1989年10月初9，伫来比时安尼游行，游出5万人，5万人出来街路游行，拢伫吟圣诗。拢伫喊口号，毋望当得看见世界的光。但是咱通知电视就会传播，电视就安尼讲传，逐个游行倒转来，非常热切，一直伫祈祷后回当时要搁出来游行。一个月后，就是11月初9，因为全德国的电视台拢伫报即个代志。一个月后，11月初9，柏林，东柏林3个负责人，3个负责人，年老的负责人，忽然间举拉条，下晡2点举拉条，点咧就出来街路游行，嘛伫吟圣诗。结果这2点出来游行。忽然间，加出来侪人，大家讲工课放的，有哪对出来游行，因为受到来比时的影响。各位兄弟姊妹，安尼2点开始行到迄日下晡，东柏林，互你又行出偌济人？行出30万人，30万人伫街路伫行路伫吟诗。东柏林围墙的边仔，就是东德的装甲部队伫遐伫固守。围墙的内面，就是装甲部队。因接到一个通知，有可能戒严，真危险，因为民众出来伫游行，可能伫示威，所以才会装甲部队的人穿拢野咧驶战车拢较紧走入去战车的内底，毋过看到大家伫吟诗，拢感觉介奇怪。今仔日毋是教会日，哪会遐闹热？搁伫吟诗，所以装甲车内面迄个驾驶员炮手，迄歌地掀起来，出来看讲到底是伫搞什么东东？游行的人就讲内底介暗着无来点一支拉条。互你的驾驶舱内底有看见光，有个人将拉条带压互伊长，拄啊黏在炮管的内面，讲安尼有光，较袂拍毋着去。兵仔的枪本来是枪口是对别人，看到因伫吟诗，枪就拍落去，因就甲举起来，插一支拉条伫枪管里。兵仔嘛对因吟诗，就安尼一直行来到倒位？行来到伫布兰登堡，遐就是海关，东西柏林出入口的海关。西柏林的人嘛听到电视台一直播送，西柏林的人听到即个代志，阮也总出来工课拢放咧，大家阮也走来围墙的边仔，伫行路伫吟诗。两边的人活来到布兰登堡遐，走来走去，撞来撞去。迄个海关讲什么话？无用卖过啦，用卖过。当时柏林就伫迄暝，就是11月初9，这是改变今仔日世界历史的一个日子。所以你若有去西柏林，有去过西柏林，有去过柏林的野手，看嘛？你有看到迄柏林围墙的边仔有地板无？重的地板写一个1989 11月，伊在纪念什么？伊在纪念即个东西柏林伫1961年起围墙，起到当时起到1989年11月初9就拍破去，因为迄个拍破，互东西柏林伫过东西德的政府就宣布。咱两边分裂的两边，
来合一起来，成做一个完整的德国。毋但是安尼，91年迁都等于柏林，佮较重要的，苏联共产党伫1991年就崩盘，今仔日就剩一个俄罗斯，就无搁再有苏联即个国家。两位兄弟姊妹，光会互改变世界的历史。小块光地，互人看见生命的光芒。咱做一个耶稣基督的信徒，就是要安尼做，用咱实在的行动来共表明，伫我的身躯顶，你看到生命的光芒。无论咱台湾的社会生活环境偌尼在变迁，偌尼在无好势，请毋通袂记。信耶稣的人有生命的光在等待，甲在照亮伫即个世代，互人看见对我来就有安稳的所在。上帝祝福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你，阮会当通过圣经的话内底学习甲认捌。嘛，互阮活伫世间的日，亲像一拍亮光，照亮伫今仔日的世代。感谢你的听从，靠耶稣的名，阿免。三甲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耶稣搁甲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缀我的人无行伫黑暗。反倒要有活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搁甲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缀我的人无行伫黑暗，反倒要有活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540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廖穗芬执事、赖宜佳执事来负责奉献。
请起立。请坐。请看周报消息报告第233页。第1点，今仔日是文艺传道奉献主日，特派罗俊义牧师前来讲道请安，感谢罗牧师，请兄弟关心奉献。第5点，本教会定8月30日礼拜日上午10点半，要伫双连安养中心举行释教151年周年纪念礼拜。礼拜后要到餐厅用餐联谊分享，每一个人费用100块。为着要确定车辆甲订餐，请兄弟填写报名单了后，交予陈美玲牧师也是中职。报名到8月16日为止。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人客。好，今仔日咱伫1楼嘛有泰港的即个原住民教会，因来义卖即个水蜜桃，所以请兄弟来甲因支持。即是咱来进行公道，咱做伙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也互阮会当用祈祷来到你的面前。阮为着今仔日公报社的需要来祈祷，恳求你陪伴，互阮会当关心文理的传道。阮也要为着世界，甲为着阮的国家台湾来祈祷，恳求你看顾你所创造的，互阮会当伫遮虽然有真济操乱的代志，总是主互阮仰望你、定睛伫你。主，阮也要为着各国的宣教师祈祷，恳求你引带因、保守因所做的工，也保守因性命安全，甲因家庭的安全。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建堂，也是阮10月初10的中级改选来祈祷。主，恳求你陪伴阮每一个人，互阮会当同心合意，准备心来服侍你。阮也为着怀孕的姊妹如莹，为着住院的生活执事月娇姐来祈祷，恳求你拢赏赐互因健康的身躯，也保守因厝内的人会当伫这段期间会当做真好的陪伴。阮也为着做伫厝里疗养兄弟姊妹祈祷，恳求你保守帮助这兄弟姊妹，虽然长期伫病痛中间，也互因无失去信心。主，阮将阮的兄弟姊妹拢交托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你会当来带领，互阮伫每一时每一天，拢会当行出合你旨意的生活甲性命。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时间的关系，咱无来行平安礼，咱只是来吟圣诗402首。吟诗后，请陈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听者。